流星一粒一粒落落来，非常的浪漫。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，预计上大会伫咧8月13号的暗时8点到凌晨3点，用目睭就会当看会到，每点钟会当看到百粒星。整个流星雨会出现，其实跟彗星有关系。当它受热，会产生小碎石、碎屑以及整个灰尘。那当我们地球刚好穿过这个彗星的轨道的时候，那在这个碎屑就会跟大气层产生了一些作用，那这个流星雨就会形成。为着配合这波流星雨，南营天文馆当天暗时会办理观测活动，推出天文夜台讲座、吊架观测以及星空导览，并同步提供线顶直播服务。那当然，我们比较更浪漫的是希望能够许愿，所以希望说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利用我们8月13号晚上来看我们的直播节目。那直播过程里面，我们也会有小礼物来送给各位关心天文的好朋友们。天文馆建议，如果想要观测的民众，会当选择较暗、视野较快的所在，就会当看到真水的流星雨。不过也爱看当天的天气状况。也毋过错过这波也袂要紧，接落来8月27号有一年一度的土星冲，8月31号还佫有超级蓝月，千万爱把握着机会来观赏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